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颗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她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她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鸭子，已安排内线救你。进来吧。易姑娘，您要的桂花酿。易欢姑娘说，她决定将计就计，待进宫之后，把鳌拜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龙三，以挑起鳌拜和康熙小皇帝的矛盾。易欢虽然口口声声反对我们光复大明，但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帮助我。易欢姑娘还说，鳌拜对她不太信任，正在满京城查找她失散的哥哥。为了不让鳌拜起疑心，还请少盟主做好准备，配合他演好这出兄妹相认的戏码。知道了。头，这条街上的药房都查过了，没有咱们要找的人。秦连头，是，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收获。跟我走。是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，各位军爷？有什么事吗？你这儿可有一个叫李建清的年轻的郎中？有，不过正在给病人看病呢。军爷，你就是李建清？正是。好了，怎么，军爷想要看病吗？蜀中人士。是。
君爷这是干什么？太好了，李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啊，果然是冰雪聪明。不管是给她安排的身世，还是要她熟悉的材料，那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还有那些重要的私密记忆，我昨夜都已传授给她了。好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易欢啊，再有3日你就该入宫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。你入了宫以后，老夫就不能安排人照顾你了，以免他人怀疑你是老夫安排的人。至于你是否能避开后宫那些复杂的算计，能否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邀得圣宠，这一切就得全靠你自己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的。好，今天义父还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相信你一定会开心的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大哥，你是小妹。大哥，小妹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小妹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心里多着急啊。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小妹，大哥，没事就好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快来快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义父，快给义父跪下。草民李建清，拜见中堂大人。一谢大人救了欢妹，二谢大人让我们兄妹团聚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义父让你坐呢。主子，有李少侠的消息了。怎么样？他可安好？安全，只是落在了鳌拜的手里。鳌拜？恕草民冒昧，中堂大人最近是否经常心神烦躁？是否无论何种美食，都是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？你怎么知道？医者望闻问切，可知百病。草民看中堂大人的脸色，似有思虑过度之兆。这过思则伤脾胃，也伤元神，自然会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这个简单，待草民为大人号个脉，开几副方子调养调养，自能改善。早就听易欢说过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自幼跟着师傅在外游历行医，学了一身的好医术。虽然是不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，但也是救人无数。今日一见才知道他所言非虚啊！老夫现在年龄大了，经常身体不适，你可否愿意留在府上为老夫效力呢？这个老坏蛋，果然还是不放心我，想拿朱哥哥做人质。草民做了多年的游方郎中，虽然学到了不少民间的验方，但四处漂泊，甚是辛苦，所以想在京城安顿下来，慢慢谋个前程。只是坐堂问诊，收入微薄，若能投靠在中堂大人门下，草民自是求之不得。这是老夫府上特制的大补丸，你如若真心投靠在老夫的门下，那你就和你妹妹一样，服下一颗吧。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按时给你们兄妹2人送上一颗大补丸。以你的医术，
你应该知道这大补丸的功效。但若是你不肯服下这颗大补丸，那老夫又该如何敢放心的去栽培你？草民只求守护我这唯一的妹妹，顺便为自己谋个好的前程。所以，草民一定会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唯命是从。义父，女儿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义父可以答应。你尽管说，只要老夫做得到，都会满足你。可不可以在宫中也给我哥哥某一份差事啊？因为这样我们两个既可以互相照顾对方，而且不用经过他人之嘴传给您宫中什么事儿啊，直接让我哥哥来跟您说，既方便又安全。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不错。眼下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宫中的太医院本月之中就有一个老病告退。马上向大人汇报。鳌拜逼着李易欢服下了大补丸，说什么要把他送到宫里去，给他做密探。大补丸？对，李建清说了，这大补丸是鳌拜独门秘制的毒药，说这种毒药服下去之后，必须每个月继续服用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就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那易欢吃下来这大补丸，岂不是要终生受制于鳌拜？是啊，主子，眼下看来，只能是这样了。哦，李建清还说了，希望龙三少爷把李易欢被鳌拜胁迫的事情，悄悄地告诉皇上，这样在宫里也好有所照应。他还说了，他们兄弟绝不会为虎作伥，做任何对皇上不利的事情。主子，您息怒啊！这个鳌拜越发的胆大妄为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李建清，就说我会尽快禀明皇上，在宫里对易欢多加照拂。好，还有，皇上会尽快的去找鳌拜，为易欢拿到解药，让他放心吧。这